呢條片繼續跟進下印巴核戰啊！哇，究竟會唔會打到核戰呢？呢兩個國家好奇怪嘅，因為呢，而家全世界擁有核彈嘅國家呢都冇咁敵對嘅，唯有呢全世界淨係得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呢既有核彈，佢哋又完全係世代敵對嘅，所以呢，大家都好驚呢兩個國家呢真係有核戰呢就鬧交啦咁樣。咁啊，從來都未原諒過對方嘅，又因為大家宗教完全徹底唔同，一個印度教，一個回教，搞到咧成日都對抗啊，仲係成日打緊仗。咁印度咧今次咧就去發射呢個飛彈去炸呢一個嘅巴基斯坦，就話報復之前咧佢哋即係嗰個有關於俾呢個恐怖分子襲擊嘅咁樣。咁印度就話佢以非升級嘅方式咧係成功襲擊咗巴基斯坦9個地點。呢啲地點咧被印度稱為恐怖主義基礎嘅設施，而且冇襲擊任何巴基斯坦嘅軍事設施。咁喺印度發動嘅攻擊之後咧，巴基斯坦就宣布關閉全國空域48小時，並且完全咁樣取消晒所有國內嘅航班，航空交通咧暫時係喺巴基斯坦嚟講係全面中斷咗。咁啊，巴基斯坦咧三軍咧新聞嘅局嘅局長咧喺7號凌晨就表示，印度剛剛對呢個巴基斯坦咧3個地點發射咗導彈。咁好多個目擊者就講咧，巴基斯坦嘅東部啊，呢個旁遮普省同埋巴控嘅喀什米爾地區，因為咧呢個喀什米爾有分開印度控制同埋呢一個嘅巴基斯坦控制嘅，仲有一部分地方係屬於呢一個中國嘅控制嘅。咁啊，呢個巴控嘅喀什米爾嘅首府咧，呢個穆扎法拉巴德咧，就喺遭遇襲擊之後咧發生停電嘅事件。消息發出之後咧，美國總統啊 Trump 咧即刻回應，就話好遺憾啊！我哋啱啱得知到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又有發生襲擊嘅事件，咁希望衝突快啲結束啦咁樣。你知啦，Trump從來都唔中意真實嘅戰爭嘅咁樣。咁啊，佢中意發動一啲咧，大家估唔到，但係咧實際上亦都係戰爭嘅行為嚟嘅。好啦，呢啲攻擊發生之後咧，喺印度嘅喀什米爾嗰方面咧嘅熱門嘅旅遊地方咧，當然咧係受到致命襲擊之後1個月咧，根本咧就已經靜英英嘅冇晒人啦。咁當時咧即係發生事件呢個襲擊事件嘅時候咧，就有啲疑似嘅武裝分子開槍，造成咗26個印度平民嘅喪生。當時就話咧，啲恐怖分子係專揾啲印度教徒嚟殺嘅啲男人，咁啊10個人受傷。咁啊，印巴局勢之後咧就不斷咁樣就升溫啦咁樣。好啦，咁咧就呢一個印度咧將呢一次嘅襲擊歸咎於抵抗陣線 TRF 有啲咁嘅組織，稱呼咧佢為虔誠嘅即係虔誠軍嘅幌子啊。虔誠軍係一個總部係位於巴基斯坦嘅組織，印度已經將佢列入咗呢一個恐怖組織嘅咁樣。襲擊發生之後咧，社群嘅媒體出現咗一篇嘅貼文，就話聲稱自己係代表 TRF 呢個組織發言嘅，話呢一個嘅殺戮事件即係有關於喺呢個印度喀什米爾部分啊嗰個嘅殺一大堆嘅遊客啊印度人嗰啲啊，佢係幕後黑手嚟咁樣。而 TRF 後來呢個組織自己係否認咗，就話有人啦就去即係 hack 咗佢個賬戶諸如此類嘢咧，就錯誤啊將呢次襲擊就歸咎於佢哋咁諸如此類咁講啦咁樣。而巴基斯坦嘅軍方咧5號咧就發表聲明，話進行一次飛彈嘅試射，射程咧係120公里。呢次試射嘅目的係為咗確保佢哋嘅部隊咧係喺呢個作戰備戰嘅狀態，即係話你印度唔好嚟啊！我隨時好勁咁去反擊你咁樣。而且實驗證明咗關鍵技術參數，佢話佢哋嘅飛彈咧有足夠嘅精準度去隨時對呢個敵軍進行呢一個嘅攻擊。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咧就3日咧就發布聲明話咧軍方當日成功試射咗一枚阿布達尼嘅地對地嘅短程導彈飛彈。咁啊當然啦，不停嘅即係威脅咗呢個印度，話睇下我哋幾勁，你小心啲啊！你過嚟我炸死你咁樣，基本上都係咁樣，即係你恐嚇我時，我又恐嚇你啦咁樣。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咧原定喺9號咧就要訪問呢一個嘅馬來西亞嘅，咁但係馬來西亞嘅總理安華咧
就話謝里夫已經推遲咗今次嘅訪問啦。雙方喺星期日嘅通話之間咧，就謝里夫話佢要留喺呢一個嘅國家，就暫時去控制個場面，所以遲啲先至再訪問呢個馬來西亞。咁啊，印度控制嘅喀什米爾地區啊，呢一個咁嘅風景區喺4月發生咗致命嘅恐怖襲擊之後咧，印度話巴基斯坦喺背後啊，其實係支持咗呢次嘅襲擊嘅，但係巴基斯坦政府咧就否認咗，兩個國家嘅關係即刻咧就惡化，而且咧就不停喺喀什米爾嘅地方度相互交火。咁因為大家對峙緊嘛，唔同嘅地區。好啦，咁啊巴基斯坦喺三軍咧就新聞發言人啊，呢個負責人咧就係喺電視直播入邊又講最新嘅消息，話印度嘅襲擊巴基斯坦境內6個地方，咁啊一共發生咗24次嘅襲擊，造成咗26人死亡、46人受傷。咁呢個發言人就話，旁遮普省一個嘅宗教建築成為咗襲擊目標，就5個人遇難，其中1個人係3歲嘅細路女，31個人受傷，一個宗教嘅建築同埋4間房屋被摧毀。同時，印度軍就話巴基斯坦亦都炮擊咗呢一個印度嘅邊境。咁啊，巴基斯坦嘅安全部門話咧，巴基斯坦方面咧擊落咗嗱，呢一度咧係未證實嘅嚇，就話佢哋竟然係擊落咗3架法國製嘅陣風式戰機，一架米格29戰機同一架蘇製嘅30戰機，另外一架無人戰機亦都被呢一個嘅巴基斯坦擊落嘅。咁啊，另外根據呢個巴基斯坦嘅媒體報導，巴基斯坦三軍嘅新聞局咧就證實咗有啲戰機都喺印度嘅領空被擊落嘅咁樣。巴基斯坦方面咧就冇戰機俾呢個印度擊落，但係巴基斯坦嘅國防部咧就喺度講，佢話我哋已經俘虜咗一啲印度士兵啦。咁但係咧隨後咧佢就話俾呢啲嘅電視台聽，又冇啦，又冇士兵俘虜咁啊。即係巴基斯坦方面嘅講法咧，而家仲係好混亂嘅咁樣。咁啊，有外國嘅電視台 BBC 咧，就其實咧不斷去希望證實咗呢件事，但係只不過係見到有啲嘅某啲嘅殘骸啦，嗰啲嘢喺度，咁啊就唔係飛機嘅殘骸嚟嘅，係一啲嘅零部件咁樣。咁啊，一陣間同大家再報道。暫時仲係未見到有呢啲所謂巴基斯坦話我射低咗一啲戰機啊，咩嗰啲殘骸，冇呢啲咁嘅照片出現咁樣。巴基斯坦境內咧被聯合國咧被認定為呢個恐怖分子嘅穆拉納馬蘇德，佢哋就宣布，佢話佢哋10個家人同埋4個親密嘅同伴喺印度對巴基斯坦嘅清真寺襲擊之中咧就喪生。咁啊，當然即係印度都話佢哋精準咁打擊咗呢一個清真寺。佢話佢哋領導嘅武裝組織穆罕默德軍 JEM 星期3發表聲明，死者包括佢，即係作為呢個領導人嘅姐姐同埋佢嘅姐夫，仲有佢嘅侄同埋侄個老婆，一個侄女同埋屋企入邊5個細路仔。哇，真係誇張！咁啊，2019年2月嗰陣時候，穆罕默德軍喺印度控制嘅喀什米爾地區發動咗自殺式嘅爆炸攻擊，造成咗40個士兵嘅死亡。呢度係嗰次嘅襲擊，係令到2個國家咧瀕臨戰爭嘅邊緣啊！嗰個組織仲話，今次嘅造擊咧，嘅攻擊咧，造成咗阿扎爾嘅3名親信助手同埋一個人嘅母親死亡。由此證明咧，印度今次嘅攻擊咧係的而且確係對準巴基斯坦佢哋認為嘅恐怖組織。咁啊，唔一定係今次佢哋發動攻擊嘅兇手，但係就係一路同佢哋呢一個印度係有呢一個嘅即係互相有一個嘅即係仇恨喺度。咁啊，今次利用今次機會咧就炸鬼死佢哋咁樣啦。咁由於長期嘅印巴鬥爭啦，巴基斯坦境內有唔少被視為恐怖組織嘅獨立軍事勢力嘅咁樣。佢哋都希望即係挑起呢個印巴戰爭，佢哋最終嘅目的梗係希望印巴核戰啦，兩個國家咁樣打嚟咧，就有機會摧毀咗呢個印度嘅政權咁樣。長期鬥爭加上印度教同呢一個回教互相係非常之排斥嘅，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間啊多年嚟咧有完全冇和解嘅跡象。喺呢2個敵對嘅國家，各自因為都擁有咗核武，所以地球上唯一嘅獨特嘅情況嚟嘅。只要其中一方面嘅領導人突然間癲起上嚟，哇！要用核彈嘅話時候咧，核子大戰就會喺亞洲爆發嘅啦咁樣。
好啦，BBC 嘅核實部門咧一直係希望咧揾到啲證據，睇下今次巴基斯坦同呢一個印度嘅戰爭啦，係咪有啲真係有啲飛機俾人打落嚟？但係佢哋發現咗係就冇即係印度嗰啲飛機嘅殘骸嘅影片，淨係有咧就呢一個嘅一啲相片啊睇到咧就係有一架戰機嘅副油箱嘅殘骸喺個地下嗰度咧就俾人拉走。咁啊！呢啲油箱咧，可能喺飛行當中咧就俾人拋棄咁樣，所以唔一定係個飛機咧係俾人擊落咁樣。咁另一段嘅影片亦都顯示咗副油箱嘅碎片，同樣係位於呢一個印度控制嘅哈薩米爾嘅地方。咁啊，嗰啲專家認為咧，呢特殊嘅情況咧就係有呢一個嘅係法國環影機嘅呢啲運載嘅物喺入邊嘅，咁啊就唔代表咗呢嘅法國環影機係俾人擊落咗。咁啊，所以喺印度嘅旁遮普省咧，亦都發現咗一啲飛彈嘅殘骸。咁啊，但係咧並見唔到啲飛機嘅殘骸啊嚇。咁負責風險情報嘅公司咧，就英國陸軍一個將軍啊表示啊，呢啲碎片似乎係一架法國空對空飛彈嘅一個法國空對空飛彈嘅殘骸嚟嘅。呢種飛彈咧，被印度空軍嘅幻影2000同埋陣風戰鬥機所使用。即係咧，大家見到嘅應該就係啲炸彈嘅殘骸，並唔係就係被擊落嘅飛機嘅殘骸。咁 BBC 記者咧又去到呢一啲嘅村莊嘅實際去控制線就睇下，就距離呢個印度控制嘅地方咧邊境咧幾公里嘅啫。咁啊，早上咧有幾枚炮彈咧射入咗嗰個村莊度，幾個居民咧受傷並且咧被送咗去醫院度嘅。咁啊，而家呢個城市已經變成一座鬼城嘅啦咁樣，因為佢同一樣喺哈薩米爾嘅，就係隔咗個位置咁樣，咁就呢一個嘅攻擊啊，好容易射中佢哋嘅咁樣。個村入邊幾乎見唔到任何嘅平民嘅啦，已經冇人話俾嗰啲平民聽，喂，幾時再有炮彈啊發生啊，成啲嘢鬼神都唔知咁樣，講鬼咩咁樣。咁啊，有啲屋仲喺度燃燒緊。嗰啲雞啊，仲被鎖喺個棚入邊嘅，咁啊已經冇人即係敢留喺嗰啲嘅地方度啦咁樣。咁啊而家咧，嗰啲村莊係受到有恐怖嘅破壞嘅咁樣。咁啊喺一個村莊嘅角落咧，記者睇到咧有一個仲未離開嘅居民，咁佢就話嗰個村莊入邊85%嘅人口已經逃離咗家園㗎啦。呢個小鎮對於跨國炮彈咧並唔陌生。因為咧，直到2021年咧，印度同巴基斯坦咧仲係未停火嘅，兩個淨係成日都射嚟射去咁樣。佢話生活要回復正常咧，先至唔會有恐懼咁樣。咁啊，直至到今日早上嘅咧，呢一個嘅炮彈咧就已經係停止咗啦。但係而家仲未知道幾時會再打仗嘅。咁啊，印度襲擊咗巴基斯坦之後咧，巴基斯坦就宣布所有主要嘅城市就進入呢一個嘅緊張狀態。咁啊，緊急狀態，咁啊，包括首都呢一個伊斯蘭堡，全個國家所有嘅學校同埋教育機構咧，今日都係停課嘅。咁啊，關閉咗全國空域48小時，所有航班都全部取消咗。巴基斯坦嘅外交部聲明啊，話印度空軍喺冇受到挑釁嘅情況之下，突然間攻擊佢哋，咁啊，攻擊呢一個嘅巴基斯坦嘅平民。襲擊巴基斯坦嘅主權，印度嘅侵略行為咧，係導致咗佢哋嘅平民嘅喪生，嚴重咁威脅咗佢商業嘅交通。巴基斯坦方面咧係譴責呢個印度嘅行為，並稱呼佢係公然違反咗聯合國嘅憲章啊、國際法同埋國家間嘅關係準則。咁啊，根據美國嘅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啊 Trump 咧就話印度對巴基斯坦嘅軍事行動啊真係可恥啊！並表示啊，啱啱得知到呢個消息，Trump 話希望盡快結束呢啲咁嘅戰爭行為。咁哈薩米爾嘅地區咧，自從1947年咧印巴分治之後咧，就雙方咧係爭議嘅核心嚟嘅。目前為止，印度就係控制咗哈薩米爾43%。咁啊，巴基斯坦咧又控制咗大約37%，而中國啊剩翻咧控制咗佢其中嘅20%。2025年4月22號咧，印度管轄嘅地區突然遭到呢一個嘅武裝分子嘅襲擊，造成咗26個平民死亡。印度隨即指控巴基斯坦咧就支持呢啲跨境嘅恐怖活動，而且咧採取咧呢一個嘅即係召回巴基斯坦嘅高層官員、驅逐外交官同埋暫停呢個嘅水資源個供應等等呢一個嘅反制嘅措施。
巴基斯坦咧就關閉咗領空，同埋暫停同呢一個印度即係貿易作出回應，局勢咧不斷升溫。雖然未開戰，但係邊境嘅地區已經出現咗零星嘅炮火㗎啦咁樣。長達半世紀嘅領土爭端咧，再次成為咗高風險嘅地區。根本印度同巴基斯坦從來都未試過好平靜咁樣。以1999年咧呢個卡吉爾戰爭為例咧，佢雙方嘅爆發咗2個月嘅衝突啊。印度股市喺當時嚟講咧，就竟然咧不跌反升喎，打仗但係冇事喎，累計仲上升咗36.5%添啊！戰爭咧就打咗6個月，但係咧股市就一路係咁向上升啊！真係奇怪啊咁樣。如果睇其他事件，好似2001年咁呢一個嘅國會嘅襲擊事件，同埋2008年啊孟買恐怖襲擊等等，印度都冇採取呢個軍事反擊嘅情況，或者到咗2016年嘅烏里恐襲攻擊，同埋2019年嘅巴拉科特空襲等等呢一個印度主動反擊嘅案件啊，股市整體表現咧仍然係相對穩健喎。印度一路以嚟咧個經濟幾好啊，所以咧呢啲咁啊即係小打小鬧咧對佢哋嚟講個經濟冇影響喎，股市都唔理佢。即使有時間咧，有時咧呢啲咁啊股市會稍為回一回咧，但係咧好快又翻到回復嘅正常啊。呢個地緣嘅政治個即係呢一個咁嘅衝突咧，從呢一個歷史睇咧，原來對呢一個印度嘅經濟並冇太大嘅影響。雖然短期嘅影響係有嘅，但係長期嚟講，印度嘅股市一路都仍然係向上，一路都冇太大嘅問題。近期咧呢個市場就經歷咗好長嘅修正之後咧，而家已經印度嘅股市咧趨於穩定啦。加上印度同美國喺關稅談判上可能係成為咗全世界第一個得到突破，所以咧對呢個股市提振嘅力量咧係非常之大嘅咁樣。整體而言咧，呢次基本因素對投資者嘅信心暫時仲係未有動搖嘅情況。印度嘅市場咧潛力仍然係不容忽視嘅。畢竟咧呢個波動性較高嘅新興市場，建議咧大家而家咧就係分配呢一個嘅投資嗰陣時候要分散啲啦，唔好擺晒喺度啦咁樣。印度長期嘅同呢個巴基斯坦有呢一個衝突咧，呢個不穩嘅狀態咧並未形成對呢個市場有太大嘅衝擊。但係反而咧呢個巴基斯坦咧，因為咧佢好缺乏呢個資金嘅。呢個國家正係接受緊呢一個嘅國際貨幣基金 IMF 70億美金嘅紓困計劃，喺國內嘅生產咧 GDP 咧就啱啱開始上升，通貨膨脹正在啱啱滑落嘅之際嘅時候，就係突然間發生呢一個咁嘅戰爭，於是乎咧呢個反而咧對巴基斯坦嘅情況嚟講係稍為不利嘅。穆迪嘅評級就話，持續嘅緊張局勢將會阻礙巴基斯坦咧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嘅進程，反而咧即係印度打呢個巴基斯坦咧，就印度自己因為佢已經好穩定，亦都同美國嘅經濟趨於就快要簽約嘅情況，所以咧並冇太大嘅刺激，反而咧巴基斯坦咧而家咧就麻鬼煩啲。所以對印度嘅經濟嚟講咧，影響微乎其微嘅。亦都係呢個原因，可能咧亦都係點解印度會唔怕攻擊你啦？因為點解啊？打完之後我又唔會有咩經濟損失嘅。你巴基斯坦係大鑊啦，啱啱起嚟啊，我炸一炸你先咁。所以咧咁樣嘅情況咧，令到印度咧主動反擊嘅情況比較強烈啲。好啦，報道大致呢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呢一個嘅印巴會唔會發生核戰，或者咧巴基斯坦會唔會有乜嘢嘅對抗嘅行為走出嚟？但係暫時嚟睇咧，就見到巴基斯坦都係吹牛嘅機會大啲啦。就射低咗人哋幾架戰機，但係咧一個殘骸都見唔到，真係豬噏啦咁樣。冇辦法啦，大佬俾你打係咪先啦？咁唔通我就係話，哎呀我俾你打殘咗咩？佢就係炮火轟翻你一度，冇辦法可以再做其他嘢。所以咧冇辦法之下咧，唯有咩吹牛下咁唔知話，我掉低咗幾架戰機啦。喺聲明上邊，令到呢啲國家嘅人民都覺得哇，我哋幾威喎，頂得住佢咯喎，佢哋好犀利啊！揾呢個飛機發射呢啲炸彈啊，但係我哋射低咗幾架飛機，哈哈哈哈，好勁！但係咧又見唔到啊，拉到咩嘅印度嘅機師啊，又話見唔到啲殘骸，所以呢啲嘢基本上都係巴基斯坦吹水嘅多啦咁樣。好啦，多謝晒大家，記住留意繼續呢一個印巴會唔會發生核戰？
點讚 subscribe。Thank you，拜拜。